阿西，你说现在的男孩子也太主动了吧？靓仔，我们去看个电影哦。看你妈。你看，还没见面就说见家长了。总爱哦，绝对是总爱。难道是我长得太亮了？你别笑。阿西，别挖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要是能答得对的话，我就送你一台全新的 iPhone 4S。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哎呀，今晚那个双色球中奖号码是多少呢？你别笑。马仔，你是属什么的？属马的。马仔，你吐不吐象牙？顶你個肺啊！丟！姐就要這個。这个好吃哦，这个好吃。請問需要點什麼？给我来一份散红。散粉，我们这里没有散粉。不是，我说的是那种从那个细方形一拉出来，然后切一条一条的那种啊，泡上那个上头油，吃上去美滋滋的那种啊，up 的那种哦。上头油，你说的是肠粉吧？啊，是，就是那散红。给我们来一份散红。这俩傻子，普通话肯定是散转的。你给我再说一次。没有，就嗨婆他盯，我们不跟他盯哦。我们的普通话是最正宗的了。那是最正宗的。是哦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。都包准哦。如果眉毛够浓，眼睛明亮，皮肤细腻有光泽，重明健康。想了解更多养猪知识？姐，你干嘛呀？慢点哦，卡紧啊！烫我干嘛？马仔，你又在挖什么tinh？突然看到别人结婚，我又想念我老公了。想他，你不会去看看他呢？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，吃饭没有？冷不冷？会不会烧锅洗洗？哎，别想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我都不懂。对呀嘛！别笑。安排两个给你玩玩啊！